请问俗语伫咧讲看翁姨顺话尾，是讲看情形来讲话啦。啊，这个翁姨到底是啥物咧？看翁姨顺话尾是足好听。到底是啥物物件？手拢会比起来啊！嘿，老师，你的意思，感觉是啥物？敢会是讲好话媒人，还是原住民呢？看翁姨就是那个当机倒头哦，在看黑的什么？对，讲比如讲伊安尼，然后他就顺他的意思讲，啊，你这个人就是安怎？但是，小等下，不是，伊绝对不是原住民的，看翁姨绝对甲原住民是无关系。为什么？是无关系，迄是咱台湾人，哪甲原住民有关系？迄看翁姨就是会讲好话的人嘛。哦，媒人嘛，媒人一定爱讲好话看嘛。翁姨啦，是，所以恁感觉是 A，我感觉是 A 啦。是。你确定吗？确定哦。确定是 A。哎呦，哦，本来我是要猜偷呀谢姨的。你要讨厌说伊吼？是。冇紧，这机会即马留互伊啊啦。是。 B 这书 B。哦，原住民的这书，恁确定？我是唔知是敢是原住民，啊，不过我知影这个人应该是有一寡甲神啊、啥物通灵有关系的。翁姨这个书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哦，原住民的这书对对唔对？其实咱台湾现在叫做原住民吼，因为咱汉民族来遮进前拢是原住民伫遮，啊，原住民内底足有足侪拢是母系，就是因拢是较注重财产啊，啥物拢互查某人嘛，吼。对，啊，过来就是因内底，所以即个祭司、祭师拢有人讲吼，啊，咱即个先来用查某人叫做翁姨，因为这嘛是足重要的。啊，伫因的社会内底吼，包括即个平埔族的西拉雅啦、道卡斯遐吼，因拢是查某人，较会当去做即款代志，所以有翁姨。